咱着感谢主耶和华。礼拜是咱一礼拜的开始吼，咱着爱一个迄段时爱有足欢喜的心，足感谢的心来感谢咱的主上帝，来互咱一礼拜拢会当顺时。咱串联这首31，咱着感谢主耶和华。咱着感谢主耶和华，最难拯救救拔，大家着来到伊面前出现。第二集，万王的王是大上帝也归世间一切，万山深刻伫伊手中。第三集，太大的心意，创造咱着恭敬我路，跪伫创造的主面前，恭敬拜献身。第四集，因为伊是最难上帝是阮的高万岁。咱是伊的有君百姓，受伊照顾有情。好，咱来看第二位的献诗。247首。献诗247首，主耶稣，我要我靠你。这首嘛来串联第1节到第4节。主耶稣，我要我靠你，只有通靠你，恳求你是阮拯救。我告伊是第2节，我要我靠你，赦免我跪伫你脚前，恳求你是阮的名，我告伊是第3节，我。人生风波天也是这首人生风波摇动无停吼，这首咱时常的拢会有常常有足侪外口的分了来搅扰咱。咱嘛无一定是信耶稣以后就会当完全的一帆风顺但是咱爱有咱的信心来信靠咱的主，咱的主会互咱所有代志拢会当平顺的过去咱会我靠耶稣，我靠咱的上帝，用咱的信心来求主来会当来甲咱举起啦咱来。串联这首310首 B。人生风波摇动无停，耶稣了咱不认真，你将主怜爱的声，心都归我免欢迎。耶稣你爱主把主下，求主给你行，家庭真正一个工地，拢紧为主打拼。耶稣叫咱放散世界，令我富贵是空空，拄起一切我上苦苦。听我，无论忧闷也是欢喜，落雨是幸的
心，见阮好歹主样加讲，中爱我也过拢总。好，咱即马安静咱的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这时就要来开始今仔日的礼拜，请各位兄姐将手机关机，安静咱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仰望伊，敬拜伊。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甲我杯中的分业。我所用的，你甲我固守；所让予我的地，是伫真水的所在。我的产业实在真好。我要学了迄个教示我的耶和华。眠时，我的心肠也指点我。我常常敬奉耶和华伫我的面前，因为伊伫我的正边，我就无摇错。因为安尼，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我的热心也要安然徛起，因为你无将我的灵魂放下伫阴间，也无互你的生者拄着朽烂。你要将换命的路指示我，伫你的面前有满足的欢喜，伫你的正手有永远的快乐。这时，咱要来用圣诗31首，圣诗31首，圣诗31首。咱着感谢主耶和华，会将起立用全手。咱犹原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是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最如玛利亚出世，伫阴内受苦，定是一个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就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咱同心来启应，启应文第28，诗篇139，启应文第28，诗篇139，启应文在圣诗后面52页。咱做伙来交读。耶和华，你已经监察我，
包括我坐落去，我听起来，你拢知。你对远远在我的念头，我行路，我拄伫云层，你拢上细知。我一切所行的，你也清知。了我所讲的话，你无一句毋知。你伫我的前后为我，换手伫我的顶面。即款的财帛奇妙，我袂会测度。真悬我袂会到。我要去倒落闪避你的神，我要走去倒落闪避你的面。我要就天，你伫遐。我若困伫阴间，你也伫遐。我要展开清早的事，回到海石头来徛起。就若伫遐，你的手也要引带我。你的正手也要牵我。我若讲黑暗要暗看我，个四维的光要变做暗暝，就黑暗也要食看我，互你无看见。黑暗暝亲像日时发光，黑暗甲光明，伫你看拢是一样。上帝啊，你的意思对着我，够极宝贝。迄个少爷到遮多，我若要算伊，比海山较多。我困精神的时，犹原咧伊三角地咧。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我的心思，试验我，知我的意思，看我有甚物歹所行袂。互我行永活的路。愿上帝赐福听听伊的话的人，愿人光甲恶恼归伫伊的性命。咱搁来用圣诗247首，圣诗247首，圣诗247首。主耶稣，我要倚靠你，会将起你用全手。主耶稣。请坐。请咱同心压头来祈祷。全能的上帝啊，我们要感谢你，在平安喜乐中感谢你，因为有你时时刻刻的保守看顾，让我们免于灾害，让南洋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享有你赐给我们满满的福恩。在忧伤中，我们更要称谢你，因为你就是来承担我们的愁苦，安慰我们仓皇不安的心，让我们深知唯有跟随你，才能不再愁苦，永享平安。
愿万民都敬畏你，感谢你，赞美你。全能的救主啊，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世界，已经有接近5000万人确诊，124万人因此而病故。骇人听闻的数字，好比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在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下，却背离了神你的旨意，背离了公义。你要我们重新思考人与人、国与国的关系，就让我们为那些正在和疾病拔河的人们，为那些舍己为人的医护人员，为那些因为疫情以致顿失生活依靠的人，向你迫切祈求。求主降下怜悯与救赎，让疫情得缓解，疫苗得开发，经济得恢复，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用神的意念复兴每一块土地。求主俯听我们的祈求。主啊，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着圣诞节即将到来，教会在昨天傍晚和本周六的福音装备的跟进训练，求主带领我们每个人有传福音的能力，在圣诞节期中，让更多人借由我们的服事而认识主，能得到一生最美的祝福。亲爱的父神，祈求圣灵与我们的灵牧师同在，透过牧师传讲神的信息，大大的感动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诚心的感谢、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咱同齐来领受上帝的话，咱掀开酒报，记载的圣经，约翰福音第6章16到21节。我先念一遍和合本修订本。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边，上了船，要过海往迦百农去。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忽然狂风大作，海浪翻腾，门徒摇橹，约行了10里多，看见耶稣在海面上走，渐渐靠近了船，他们就害怕。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我搁读一遍约翰福音第6章16至21节，台语和日本。黄昏的时，伊的门徒落去河边，就船要过河去迦百农。一时天已经暗，耶稣还未到因遐。忽然因为透大风，河起大涌，门徒孤船大约过5-6公里的时，看到耶稣伫河的顶边伫行瓦棍船，因就起惊。耶稣对因讲：“是我，别惊。”门徒就欢喜接伊上船，船连边到因要去的所在。愿上帝恩典的话刻着伫咱的心。这是要请青少年团体学乐上帝，因为学乐的诗歌是我要看见。
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世代要看见你荣耀。感谢青少年团契真水的学路，愿一切水的歌声献互阮全能的上帝。这是咱要请牧师来敬祷，敬祷的题目是划船与沉船。咱将时间交牧师。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因为主你的荣耀吸引阮来到伫主你的殿院，主阮要伫遮来曲躬敬拜伫主你的面前，也愿你的话成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互阮真实领受主你的话，就阮欢喜来安尼跟对，来照着主你的话来行。愿你的话成做阮的快乐甲帮赞。安尼恳求祈祷，靠着主的圣名，阿免。有一条诗歌，我毋知影咱捌唱过无？吼，这条诗歌伊的歌名叫做讲，就是那么简单。安尼唱吼，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来。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来个一个。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来，请咱起立。来，互相对唱，唱互对面的人听吼，唱互你对面的人听。这边来唱，迄边吼，迄边来这边安尼吼。来，咱安尼相对上安尼就好。来，我一个吼。耶稣爱我，我爱看着他的眼睛，这么简单。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哪个这边？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耶稣爱我，我也爱你，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哦，就是这么简单。来，听者，咱今仔唱这条真短的歌，唱了咱就发现讲，那唱嘛无真简单。啥人要唱这条歌？因为这条歌一直伫咧我的脑海内面，安尼规礼拜一直伫遐说。我就想讲好，安尼我要带恁来唱这条。结果我甲吴老师问，吴老师讲伊毋捌唱过，讲好，安尼佫较爱唱。啥人要唱这条诗歌？感觉讲，当咱伫遐咧讲耶稣听我，我嘛听你，就是遮尔简单。认真讲，有简单无？一点仔都无简单，一点仔都无简单。咱会知影讲，
当咱伫咧讲即句话的时阵，但是咱实际上当咱要行出来的时阵，是非常无简单，因为咱有侪咱无共款的迄种个性，咱有侪咱的安尼无共款的迄种想法。当别人甲咱的想法无共款的时阵，结果咱会安怎？咱会对迄个人真生气，因为伊甲我无共，咱拢期待伊甲我共款。致使到咱伫咧迄个中间就开始会有无共款的纷争、三争会走出来，所以咱边仔共款是伫咧信主的团体内面，咱就安尼，咱会用想象讲，何况伫咧即个世界，犹原嘛是共款。啊，所以呢，咱嘛会通看见讲，安尼最近伫咧安尼美国。安尼，伫咧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形之下，咱台湾嘛受到影响，吼啊，大家人的情绪嘛受到真侪的波动。但是伫迄个中间，咱真正敢有彼此伫遐相疼？咱敢有真正伫迄个中间伫遐安尼，也是用着咱无共款的立场伫遐来看待对方？致使到迄个彼此之间的迄个关系产生了侪的紧张。我出世伫咧台中，我伫咧台中大汉。我规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伫咧台中。台中真有名的地标是啥物货？台中有名的地标是什么？台中公园，对，台中公园。台中公园内面中有一座人工湖叫做日月湖，那伫咧即个日月湖的即个中有一座即个亭叫做湖心亭，湖心亭，嘿，登去，嘿对，嘿，咱我毋知讲咱有机会去到伫台中的即个所在，咱若去到伫台中的所在，若有机会去到台中游览，若是过去。咱可能有侪，应该讲较无遐侪的所在通好去的时阵，咱去到伫台中，有人可能会，甚至游览团体会带你去台中公园，即摆可能就袂但是去到台中公园的时阵，过去侪遮的情侣，去到伫即个日月湖的时阵，因会创啥物代志？过船嘿对，咱宜兰迄个梅花湖我有一遍我去梅花湖，伫咧迄个中间嘛有船通好过，但是因毋是迄个过船因是大船这叫做啥物船我进前我伫咧面顶，那像有边啥，那像过去是毋是有那个天鹅船？有有没有？现在没有嘛以前有嘛亲像天鹅的造型的船，但是不管你今仔日是用过的，还是用脚踏的，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安那，你拢爱出你的力，伊爱用着你的体力，伫遐安尼来，不管是用手过，还是用脚踏，这个船才会行叮当。如果假使讲这个人无啥会晓过船咱就会发现讲，伊结果迄个船会安怎？可能会怎伫咧中伫遐酷西无就是无法度进前，就伫遐酷伫遐了足侪力的，但是都无啥物进前着今仔日咱所领受到的迄个经段拄好有记载着耶稣的学生伫遐咧过船这段的即个记述伫咧咱的四福音内面，马太福音第4章，甲着马可福音第6章也拢同款有记载。你手中若有圣经，麻烦你拢甲掀开，因为今仔日咱要伫咧迄个中间有侪的对照，咱会用伫咧中间来看见。个记载的方式内面，咱若去甲注意到，咱拢会发现讲，这段的经文伫咧迄个马太、甲马可以及咱约翰福音内面所有记载。拢伫咧即个记述的头前有一件记述，就是啥物货？互5000人食饱。耶稣伫咧迄个所在，伊行伫咧旷野
互5000人食饱，安尼一个记事。伫咧迄个记事的后壁，才是咱今仔日咱所领受的即段经文。啊，其中马可福音甲着约翰福音有记载讲，耶稣安尼要迄个记载讲学生吼要安那，伫咧迄个记事了了，耶稣爱学生安那过海去到伫加百农，吼。马可是讲结果去到伯赛大。所以呢，耶稣的学生因就用着各种的方式过去。马太福音无讲因用什么方式行船，但是只有甲伊伫遐记载讲安那船伫咧海中，互应摇拽，因为是对头风。但是因为马可福音甲着约翰福音拢有记载因行船的方式是用各种的款，所以咱相信讲。迄时阵，耶稣的学生应该拢是用各种的方式，要安尼过去到，算讲安尼去到伫迄即个加利利海的对岸加百农迄个所在。所以咱今仔日咱需要伫咧即个马太福音、马可福音以及约翰福音内面来互相安尼对照。今仔日咱安尼迄个所领受的即个经段。门徒为什么爱安尼伫咧暗时来行船？咱若对经文个往前来去看的时阵，咱就通看见伫咧第6章的一开始，约翰福音第6章的一开始，伊内底记载安怎讲？这个事以后，耶稣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就是提比利亚海。为什么耶稣要过去加利利海迄边？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这是一个咱一开始咱需要去想的问题。咱若对看迄个马可福音第6章，就通知影，耶稣因为伊迄个时阵，伊行了侪的生涯奇事，直到有侪人安尼就要安那就近耶稣，因为安尼缘故，耶稣以及伊的门徒安那。连者也袂顾伫，伫咱的即个马可福音内面有安尼记载，所以耶稣爱门徒甲伊去到伫旷野的所在，要做一项事，就是休困一条久。咱会通伫咧马可福音第6章的第31节到32节内底，有安尼来记载。但是无拍算一件代志，就是当因去到伫迄个所在的时阵。正人知影讲因安尼所要去的所在，伫咧经文内面来讲有侪人对遐个城安那步行三角行，三角走，佫毋是三角行，用走的。知影讲耶稣要去到伫某一旷野的某一个所在，因用走的，耶稣用安那用坐船的过哦，因用走的过，就伫咧迄个中间安那。大圣耶稣因到伫主耶稣所要去的迄个所在，耶稣原本底是要安尼伫咧遐，甲着学生安尼会通安尼休困一条仔久，但是当伊安尼行出来的时阵，讲哇，看见规大阵的人安尼伫咧遐，要搁来听见耶稣对伊来伫遐安尼来分享，来对伊的教导，所以耶稣就怜悯因，搁过来安怎记述？伊讲安尼，因为因亲像羊无牧者，就用侪话来教示这个人。搁后壁搁一个煞接日要落，耶稣怜悯即规大阵的人。惊因为要无转去，会昏倒伫咧半路的，就伫咧迄个中间，为着安尼，耶稣讲，耶稣怎啊问学生，讲恁有啥物食？学生安怎应讲？讲我若是用2百个银仔，来买嘛无够，耶稣就问讲，无恁有偌济？讲阮遮有5个大麦饼，甲2尾鱼。
所以耶稣就伫咧旷野，用五块大麦饼，甲着2尾鱼，互5000人食饱。伫咧迄个中间，行了即个新业。接续咱马可福音记载讲，耶稣连边逼伊的学生上船，大先过去迄边岸到伫倒位？伯赛大。伫咧约翰福音是讲去到伫即个加百农。所以后壁佫讲，伊讲咩啦？要听候四线证人已经甲因离别，就去山里祈祷。咱减也佫会记得，耶稣安尼爱学生甲伊去旷野要做啥物代志？要去休困一点仔久，吼。所以学生已经袂记得讲，因来到伫迄个所在，到底是要做啥物代志。所以当耶稣甲因讲，叫因去对岸加百农的时阵，因随时就安尼落去到伫海边，就上船啊，吼，要过去到伫对岸的加百农。因伫咧遮，咱通看见耶稣的学生所拄着的一寡问题。这也是今仔日咱所要来去好好来深想的问题，就是第一个学生过分来安尼的自信，因无等待耶稣虽然是耶稣爱因先行，但是因也无邀请耶稣甲因同行。如果咱若回想以色列人因出埃及的时阵，因为摩西上西奈山去安尼40日久，因遮以色列百姓因毋知影讲当即个带阮出埃及的摩西达毋知怎样啊，就爱摩西的大兄阿伦来为因做一座金牛，递到以色列百姓伫咧迄个中间，伫咧旷野底下安尼做金牛来犯罪。所以上帝就对摩西讲讲我所应允恁的地，恁通好去，但是我无要甲恁去。所以就是咧，当伫咧迄个时阵，摩西伫遐要求上帝甲因同齐去。摩西对伊讲摩西对来，咱同齐来读。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现在人如何得知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为你与我们同去，使我与你的百姓与地面上的万民有分别吗？”那加利利海对伫学生来讲，实在是伤过熟悉的一个所在。因是加利利海的这个渔夫啊，何况耶稣是耶稣的工作是啥？耶稣的职业是啥？你们总不会不知道吧？耶稣的他的职业，他原本的职业是什么？木匠啊，耶稣伊是一个木匠诶。加利利海虽然讲伊嘛是伫咧加利利遐迄块地遐大汉的，但是伊对伫即个加利利海的规个性质上熟悉的人是耶稣的这学生，才会做渔夫的。因伫迄个所在，因以为讲安尼因掠做讲因过海去到伫对岸这是实在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但是咧，因却无拍算讲，因伫咧安尼一个过去到伫对岸的这个过程，因就去拄着无简单的代志。过来，第二就是耶稣的学生因无真安尼紧跟对着耶稣。耶稣互5000人食饱了，因去到伫山里耶稣伊就安尼去到伫山里，伫遐祈祷亲近上帝。学生却是随时落去到伫海边，上船就要去到伫加利利，迄个加百农的所在。因袂记得军队主耶稣
去到伫迄个所在，到底是要做啥物代志？因应该佫继续紧安尼跟对着耶稣，耶稣也袂安尼走迄落讲安那，耶稣也袂走因需要安尼去等待迄落讲意思讲，因伫迄个中间，因无因为安尼伫遐紧跟对着耶稣，直到伫迄个中间，因煞像啊失去侪安尼，亲像甲着摩西共款，因伫迄个中间，上帝无要甲因动去，因嘛无要安尼继续行。摩西伊伫迄个中间，伊伫遐，因为上帝无要对因行，伊就伫遐安尼讲：你若无要对阮去，你无要带阮去，我就无要去。耶稣的学生伫咧迄中间，伊无迄款安尼迄种美测的灵，迄种敏锐的灵，伫遐讲着耶稣，你若无甲我去，我嘛无要行，我嘛无要行，我要跟安尼紧跟对着你。伫咧迄中间，学生伫遐，因为过分的自信，佮因无迄种的美测安尼的灵，直到因伫遐怎啊家己。来伫遐安尼渡即个海，加利利海，要去到伫对方。所以耶稣的学生以为讲安那，去到伫即个加利利海啊，认真讲，对因来讲非常的熟悉。因无需要耶稣甲因同齐行，因无拍算。当因伫遐咧过船啊，伫遐咧过江的时阵，因无拍算会拄着遐尔啊艰苦的代志。因为安那，因伫圣经内面讲，因去拄着迄个。对头风，所以当耶稣行伫咧即个海面的时阵，学生伫迄个中间掠做是安那怪物，煞互因伫遐安尼伫遐吊青惊，伫遐嚎叫。一件原本对因来讲是一件真简单的代志，因为主无甲因同在，甚至应该讲，因原本应该甲耶稣伫遐休困点啊久的。这个时阵，因却因为无较着主耶稣同齐伫迄个中间安息，因伫遐经历着伫咧因的人生内面一个另外一个挫折，因为这是过去对因来讲，那叫做无可能的代志。加利利海对因来讲实在是咱讲太熟悉的一个环境，那会无拍算，因竟然无法度过，伫迄个中间拄着遐尔啊多的艰难。伫遐拄着侪艰苦，今仔日咱检视亲像主耶稣或者学生共款。主耶稣安怎讲？主耶稣讲安那，恁着定着知我是上帝，我要伫咧帮中做官大，受尊最大，伫遍地也要做官大。但是咱却无伫咧咱的日常的生活中，咱伫遐安尼伫遐定，知影咱的主是咱的主上帝。所以直到咱有真侪时阵，咱犹原甲着学生共款安那过分的迄个自信，直到咱安尼，咱是毋是伫咧咱的所经手的一寡代志顶面？啊，是包括伫咧咱所服侍的代志顶面，咱是毋是直到咱过分的自信，致使到咱时常用着咱家己侪的方法、想法，却毋是追求上帝的心意。侪时阵，咱以为每一件代志拢伫咱的手的掌握中间。事实上，当你若伸出你的手的时阵，你会发现。你的手所掌握着的，只不过是啥物货？空气那点。当你伫遐期待讲，你伫咧你的人生中，你要掌握侪你期待你会用掌握的代志的时阵，期待咱真正会通看见，咱的手所掌握着的，只不过是敢若空气那点。主耶稣伊怎样讲？伊讲。伊伫咧中间，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来，咱同齐来念即句，这个经话，讲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工作，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得比这些更大的，因为我到父那里去。主要说伊安尼应允，我毋知影咱有对主
安尼诶，伊即个应允，咱有掠条即个应允无？主要说讲，我实在甲你讲，我所做的，信我的人安怎嘛要做伊啊？所以咱今仔日咱有做，伫咱有做代志的顶面，咱并无真实伫遐相信咱的主，也就是讲，咱并无真实跟对咱的主，直到咱安尼有诶安尼袂顺啊，安尼拄着诶艰难艰苦。就算讲检测咱安尼有读真侪的圣经，嘛将圣经内面的这话语咱背甲熟悉。若是无行出来，上帝话有完对咱无一点仔关系。佮上帝话对咱有完无亏力，因为对伫咱来讲，这只不过是干那伫咱的信仰的财物那点。却无真实迄个信仰的真实，直到咱伫做代志顶面，咱无气力，因为咱无真正甲上帝、咱主伊对咱所讲的，讲我实实在在甲你讲，信我的人，我所行的，伊也要行伊。所以，咱伫咱的真侪生活内面，咱亲像安尼拄着艰难的时阵，咱就去互这艰难的代志，怎甲掠掉咧，去互捆绑掉咧。所以求主怜悯咱需要什么款的事？咱需要邀请到咱的主耶稣基督。咱需要邀请咱的主，成做咱的主。因为以有所书内面安尼讲，来咱同齐来读这句。好，因为来再一次，来谁？来，我们一起来念。因为我们的征战并不是对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对抗那些执政的、掌权的、掌管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灵界的恶魔。你听这，咱伫咧咱的日常生活中，咱爱真清楚知影，你今仔日你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咱毋好想讲哦，这。那亲像我拢会使通处理的，但是咱却无去想象着讲，你所拄着，咱做一个基督徒，你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有可能拢总甲着即个天顶这个灵界的，咱讲台语讲啦，讲天顶遐个歹的心类，咱甲因伫遐咧争战，直到咱伫咧迄个中间。咱所征战的对象，毋是人，嘛毋是伫咧即个世上的代志，乃是伫咧迄个背后迄个歹的心类。若是安尼的时阵，我要问讲，咱敢有迄个气力，同好来抵挡遮的，咱讲伫遮讲安那，讲执政的，办政事的，遮个掌权的，甲着伫咧暗示遮个君王，以及天中遮个歹的心类，咱有法度去来面对无？咱有法度去抵挡无？是咱有缘认为咱家己有够硬的气力，通好来掌握一切。所以有侪的基督徒，因较爱的方式是安怎？因较爱的方式是讲上帝我感谢你，你时常保守我。但是当我需要你的时阵，才请你出来甲我帮忙一下。若是无需要你的时阵，安尼我家己来就好。真侪时阵，咱可能咱是安尼落伫咧迄款安尼一个信仰的状况下面，求主帮助咱。如果咱若是照着头前所讲的安尼的时阵，我要问的是：安尼上帝敢有缘是咱的上帝吗？是咱家己的主。无怪有安尼基督徒安尼活甲亲像。会通讲，那亲像软脚下一般样，因为因无伫咧逐项的代志顶面，伊邀请着主耶稣直到安尼伫咧伊的人生内面，不管伫咧什么款的境遇内面，伊的人生的风波安尼做不断安尼一直来发生，佮较免讲当安尼有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安尼邀请咱来点伫咧。
安尼歇伫咧伊的内面，安那伫遐歇困点仔久，咱敢有要安尼接受伊对咱的邀请？这是咱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咱需要去深想的。当耶稣伫遐邀请着伊的学生去到伫旷野的所在，要伫遐歇困点仔久，但是受到侪下遮的安尼人安尼期待要搁对主来领受的时阵，耶稣伊选择伊毋是来拜托遮的人，乃是伊接纳遮的人来服侍遮的人。服侍了后，一个真要紧的，伊随时上山伫遐安静祈祷。咱犹原咱伫咱的日常生活中，咱也是需要来时常安静伫咱的主的面前，因为咱需要亲像主耶稣，伊安尼已经有法度行遐尼啊大的生涯，伊犹原选择爱安静来安尼亲近拜上帝。咱犹原也需要看见咱家己的欠缺甲需要，咱需要有主。所以咱今仔日所领受的经段内面上落尾，伫遐讲啊，因为风真透，安尼海涌就那大，对安尼学生各船啊，约略行8里也是10里，看见耶稣行迄落耶稣行海面，学生伫迄个所在，安尼看见耶稣伫遐行海面，那我群船就惊。后壁讲安那，来咱同齐来看这段的经文。咱同齐来听。耶稣对他们说：“是我，不要怕。”门徒就欣然接他上船，船立刻到了他们所要去的地方。等一下这，伫咧今仔日咱所领受这段经文内面一个真要紧的，就是有耶稣免惊。当咱有耶稣的时阵，咱就有一个无惊吓人生。当因伫咧中间，学生伫咧中间，因伫遐安尼看见，安尼有，因为安尼迄是伫咧暗时，安尼海涌真大，搁看到一个乌影伫遐咧行伫海面，因有心内有真多惊吓，但是耶稣对伊讲是我免惊。耶稣时常嘛伫咱的生命内面，伫遐对咱讲是我免惊。搁咱伫咧一个真要紧的，咱今仔经文内面讲安那，学生就欢喜接待耶稣，接伊上船。后壁一句，船安那连边到因所要去的所在。所以，当咱伫遐真安尼。用着真多气力，咱伫遐咧过船啊，也是用脚伫遐咧打船啊的时阵，咱敢有欢喜来邀请主耶稣来上咱的船，互咱来上咱人生的船，互咱的船是会通真轻巧，就安怎随时去到伫咱所要爱去的所在。所以呢，这求主帮助咱伫咧面对咱的人生的时阵，咱。期待咱会通搁一摆好好来去深想，你的人生到底是你家己咧过船，是要邀请着主耶稣来到伫你的船顶，互耶稣以亲自主耶稣的圣神亲自来帮助咱，互咱的船是安尼讲沉在耶稣的那个灵的上面，直接的去到伫咱所要去的这个所在。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牧师后边所要讲的咱伫咧后礼拜继续来分享，也请咱所有咱正兄弟，咱伫咧即礼拜咱好好来想，伫你的生命内面，你有安尼最的过分的自信啊无？伫你的生命内面，我退不了，好。请咱大家人好好来想，就是你伫即礼拜内面，请你好好来想，你伫你所做的每一件代志顶面，你有家己过分的自信啊无？是你伫咧你的人生内面，你有安尼
紧紧甲耶稣牵掉咧，紧安尼讲，紧紧跟随着耶稣，要无？耶稣对咱所讲的话，咱有看做要紧，将耶稣伊所交代咱的，咱真正确实安尼来行，啊无？咱敢有邀请耶稣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来引带咱，来带领咱头前所要行的道路，互咱真正会通安尼活出一个满是充满了主伊的气力、伊的大能，甲咱三个地地，就照着咱今仔日咱头拄咱所讲的，主耶稣伊对咱所应允的，讲安那我所做，恁也要做，信我的哦，是信我的人。也要做，吼，所以咱伫咧迄个中间，要来去经验着主伊怎样带领你迄个生命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互咱无搁再继续活伫咧一个安尼无有气力的，安尼亲像一个软脚下的人生，乃是要满有主大大的气力。你会通想象，当你安尼欢喜，将你的生命。你的人生交代予主来引带你的时阵，你要看见，搁过来，咱的上帝，咱的主耶稣，伊要亲自为你征战。因为就咱今日咱所领受的，咱所抵挡的是啥？是遐个办证书的，遮个掌权的，遮个暗示，遮个君王，以及天中遮个歹的神类。如果是咱所抵挡的是真的，安尼咱搁较需要将你的一生来交付咱的主上帝，互伊来为咱来征战。咱求主来开启咱的目睭，亲像伫咧即个咱伫咧即个旧约123，安尼因为着安尼伊安尼替着安尼伊的迄个王。当初是伫咧北国的所在，安尼，即个外邦的即个迄个国家要来安尼甲着以色列来伫遐征战。当因伫遐咧征战的时阵，奇怪咧，即个王，即个外邦的王伫遐讲奇怪，阮所决定的每一项代志是安怎，因拢知影。直到每一届的小战，每一届因拢失败。后来知影了，知影讲原来伫咧以色列有一个先知，因这个王就两边来到伫即个先知所大的即个城，将即个城甲围起来。先知123的即个即个罗卜叫啥名？基哈西，吼，伊伫咧中间，伊伫遐看见。迄个规个城，互遮个对着围住咧。伊伫遐对伊的主讲主啊，呾要怎样？咱的城去互围住咧啊！伫迄个所在，123对上帝安尼祈祷讲主啊，呾你开因的目睭，开基哈西的目睭安怎？看见伫咧即个城的四周围有上帝。迄个天使天军围伫咧迄个城的四周围，伫迄个所在，上帝来为因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咱嘛求主帮助咱，互咱真正会当看见，伫你的生命中。会通看见，阮需要有助力来伫阮人生生命的尊顶，来帮助阮，互阮无搁再倚靠阮家己伫遐，咧伫遐靠着家己的气力伫遐过存，乃是阮要靠着
助力，因为有助力踮伫阮的船顶，阮就要安尼连边去到伫阮所要去的所在。求主帮助阮，互阮会晓看见阮家己软弱的一面，也会晓伫来轻调伫助力，互阮时常伫阮的人生中会晓伫自信来看耶稣。求主帮助阮，互阮伫咧面对阮的生命的过程内面，互阮无较过头看家己较厚伫别人。乃是阮要搁较济来倚靠主，来赢过即个世间。阮安尼恳求祈祷，拢上个主基督圣名，阿免。这时，咱要来过来吟诗回应上帝话，圣诗310首 B， 圣诗310首 B。人生风波搅动无停，请会众起立，用全手。请坐。这时，咱要来开始诗奉献。请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佮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下，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愿上帝啊，答愿感谢你，学到你极大的荣光。我是甚物？竟然为安尼奉献，因为我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寄脚的。我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
无通仰望长长伫地。摇花阮的上帝啊，万米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阿门。好，请坐。这时，咱要来奉献，请李恩兴执事、曾建明执事。请坐。报告。报告之前呢，我们先要介绍我们今天有的新朋友。2位新朋友，第一位是在高雄德生教会聚会啊，跟我们杨玉兰牧师娘是同一个小组的王志平先生跟姐妹，我们掌声欢迎，欢迎您，欢迎您。好，另外一位是穆可珍姐妹还是在这边？好，穆可珍姐妹在我的右手边，在我右边，欢迎您，欢迎您。他每年都会来宜兰来带活动哦，好，我们再一次欢迎他。好，那报告哈，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周报哈。那上一周的聚会还有跟出席，请大家来关心参阅。我们也鼓励弟兄姐妹能够参与团契生活。我想各位都会感觉到，在教会的各项的事工跟各项的活动越来越多啊，那么请大家踊跃的参加啊，来增添我们灵命的成长。好，报告事项的部分，第一个是今天是10亿奉献的主日，请我们用感恩的心来奉献，回应上帝的恩典。第二呢，14号礼拜六上午的7点半到9点半，于兰城精英酒店的6楼，宜兰县基督徒联祷会举办的第12届宜兰县的祈祷早餐会，请有报名参加的兄姐记得要参加。当天南洋区受邀在会中献唱
咱就来迎曦，请有参加的兄姐当天一起来参与献唱。为此呢，请提早于上午的6点半前往会场练习诗歌。第3点，14号礼拜六晚上的6点到7点半，于本会举行第2次的圣诞晚会的跟进培训，鼓励全体兄姐一起来参加，为上帝的国度增加主的百姓做预备。那昨天晚上的6点到7点半，我们已经举行了举办了第一次的培训课程。那如果各位有不清楚的哈，因为它中间有涉及的本来有拍直播，那因为它用的那个影片。在 YouTube 上它有一个版权被挡掉了，所以今天我看的影片已经全部被删掉了。那各位如果说有需要知道详情的话哈，那我们昨天有大概有20-30位的弟兄姐妹都有来现场哈，我们都可以来了解一下，然后还有3本小册子。那重点是下个礼拜有些功课，包含自己的信仰见证包含自己要写你到底心里面要带动哪一些你自己的朋友，希望他能够来认识主的哈。那我相信这个部分，如果你先做好预备，下礼拜也可以来衔接。好，接下来是第4项，下主日礼拜后召开主日学的教研会，请同工预备心来参加。第5点，15日就下主日教会的年度查账，请各团契预备今年度1到10月的原始凭证、现金部跟分类账交给查账员郑美珍长老以及方美珍姐妹。第6点呢，在22日礼拜天主日礼拜后召开财务研习会，请各团契的会长和司库列席参加。第7点，27号晚上礼拜5的晚上6点到8点半，音乐侍奉团举行2020的感谢有你感恩分享会，邀请兄姐一同分享2020年神的恩典。详情请假音乐侍奉团的冯燕云团长。当天查经祈祷会暂停1次。我想这个活动真的很有意义，因为今年实在是多变的一年，不管对每个人的生活、家庭，还有所有生活上的一些困难，我想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这样的分享会给我们增添很多来自于神的恩典跟力量。好，第8点，主日学的周末彩虹营行动绘本故事屋的计划，周6下午的3点到5点在本会举办。详情请假主日学的曾碧光校长。活动内容各位请参阅下面有4周的活动都非常的精彩。我想，因为小朋友经过这4周下来之后，一定会学会很多事情哈。然后第9点，2020的圣诞系列活动今年圣诞系列活动这是非常的这个热闹。我们从11月28的市民之声的广场我们的点灯，还有12月6号的点灯活动，还有我们在12月19号市公所的青春尬构的玩圣诞那么12月20号晚上，我们南阳教会的圣诞感恩礼拜，还有24号的烛光礼拜，还有25号的宜兰市区的同欢庆圣诞节的圣诞灯车游行庆典。最后一个活动是12月26号宜兰县政府所举办的音乐晚会。我想我们这2个礼拜所做的这些福音训练，都是为了这一系列活动来做准备那么请大家来热烈的参与然后也让我们更多弟兄姐妹还未信主的，能够借这个系列的活动来认识主来得到救恩。第10点呢，就是教会提供信徒预购红片糕的圣诞糕各位这已经我们公布了好几个礼拜那价格跟时间各位请参阅，在12月19日会到货，今天是最后的登记时间。第11项请兄姐上 YouTube 网站来搜寻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南阳教会，点选铃铛来订阅影片。这样子的话，每个礼拜我们的主日礼拜都可以在手机上直播，不管你是在有事在家，或者在出外旅游或出外工作，你都可以在这边直接跟我们的教会的主日礼拜做连线。然后第12点就是南阳教会的60周年的纪念特刊开始征稿从现在到明年的4月底，那请各位弟兄姐妹来能够踊跃的写出你对教会的这些见证分享跟一些感恩赞美。然后另外的话，请每一户交3到5张的生活照，作为教会的备信园地的资料。好，那照片跟文稿呢，我们都可以交给我们特刊编辑组的李延兴执事。好，那么肢体消息在9号礼拜1上午9点钟，东山教会七星中会的南阳区会召开第5次的区会，我们牧师将代表参加。第2点，更生团即将举办监狱的天使树活动。这个活动我想在我们教会已经响应了很多年了我想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也给赠送受刑人未满18岁的子女的礼物，在圣诞节前由各教会的兄姐送达，这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今年的话，宜兰县有66位小朋友，每一份礼物350元，请兄姐为此活动来关心代祷跟奉献。
然后在第3点，明年2月的1到6日，礼拜1到礼拜6，在玉山神学院总会的大专事工委员会举办大专圣经神学研究班，主题是想见你。那各位可以参与，每个人的费用是3500，教会会补助一半。那10月1号就开始报名。好的，那代祷事项的部分，请各位继续穿越我们每一次进门的一些实名制的点名，还有我们在这个武汉疫情的过程当中，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的防疫的一些措施，还有我们在一样，大家请登上我们 LINE 的官方网站，让我们知道教会的一些公告。那其他还有一位弟兄姐妹代祷的事项，请大家可以参阅我们的牧会函。我们为这些未信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些新生的儿童，还有在这段时间生活上的困苦、工作上的困难，还有我们一些病痛的弟兄姐妹，还有年长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为他们来献上提名代祷。那更欢迎大家来参加周2、周5的祷告会。我想在这个祷告会的期间，我们都会为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教会里面做非常非常诚心的代祷。牧师，这边小可甲咱兄弟小可提醒，就是咱伫咧咱的教会的迄个 LINE@ 的迄个官方网站面顶，有咱的咱的周报的电子档。以及咱的牧会函，咱会用利用伫咧迄个聊天的那个地方，有6个选项，其中有一个就是咱的每一礼拜的周报，以及咱的牧会函面顶的所有的代祷的人名，拢总伫咧面顶，有人咧甲我问啦。所以我阁甲大家人提醒一遍，所以请咱若还未加入咱的LINE@ 的兄弟，请咱就来加入LINE 的官方网站，咱就用看到教会一寡较详细的消息。迄个咱嘛真欢迎你若伫咧个电脑的部分特别是伫咧网络的顶面有安尼算讲。很在行的麻烦跟牧师讲一下来加入牧师的这个 LINE@ 的那个管理做一个管理员无事无足侪时间的定定我会袂赴去更新所以若有人欢喜来同齐来做这件代志会用帮助教会一寡代志会用减轻牧师的一寡重担。那他拄仔咱有讲起，就是过来拜六所以咱请咱会记，咱宜兰县的那个祈祷早餐会是伫咧拜六唔好记到后礼拜六去是这个礼拜六，再过来这个礼拜六过来因为迄个大会有邀请咱长老教会献诗所以咱要献咱长老教会的国歌。咱就来吟诗这条歌，所以请咱若有要去参加的兄弟，请咱会记，咱会伫咧迄天的下早上午6点半，就去到伫即个精英酒店6楼，咱要伫遐来练歌，所以请咱注意这件代志。过来就是咱伫咧即个圣诞节即个系列活动内面咱教会主要的部分就是伫咧参加第一项的即个圣诞点灯的即个部分即个要邀请到大会这边有甲咱讲，就是讲因为伊即个市民之声的广场拄好离咱教会上近，所以期待咱教会的诗班会通安尼算讲去到遐穿着迄个诗服诗班服去到迄个。伫咧即个圣诞点灯的上落尾的时阵，要唱像讲普世欢腾也是迄个平安夜遮的歌所以咱教会参与伫咧即个部分另外就是咱伫咧即个不管是12月19是即个24嘛是26的即个圣诞晚会咱拢。参与伫咧即个圣诞迄个晚会，即个跟进陪谈的即个部分，所以
咱若是昨也未参加即个培训的，欢迎咱会通伫咧过来即个拜六，咱要继续来培训互咱帮助咱。尤其伫咧以后，咱安尼教会要面对着侪遮新的生命、新的灵魂来到伫咱的教会时阵，咱要怎样来做关怀的工？所以这是一个真要紧的事，也欢迎咱兄弟真正将你时间安尼拨出来参与。这是一个真有意义，对伫咧咱的信仰顶面一个真要紧的一个表现。欢迎咱所有兄弟拢来参加。伫咧今仔日咱的即个周报内面，咱有页即个公报伫咧即个公报内面有一个第17页伫咧第17页，咱真欢喜伫咱的中间即个17页内面伊的主题叫做无期徒刑变无限恩典的作者李正传也就是咱教会兄弟今仔来，先转去咱的兄弟伊有真好的生命的见证写伫咧即个面顶咱若有摕到公报的第17页咱家己来看嘛期待咱正兄弟会通好来介有搁较侪的人物正传兄弟安尼伊。自从伫咧加入后来洗礼了后，安尼得到上帝真大的改变。伊生命内面也有侪迄种真特别的迄种经历。期待倒一天嘛邀请伊起来面顶来甲咱分享，互咱真正会通分享到迄个生命的改变。迄比咱伫遐比牧师伫咧台顶讲搁较侪的道路，迄种生命的改变，迄是上直接的。上touch着人的心的所以咱会通先来照着即个公报来安尼来先来分享有机会咱就甲伊熟悉伊欢喜讲要安尼加入伫咧咱的教会所以安尼已经有提出申请因为已经是洗礼所以过来也是用迄个叫做坚信礼就是迄个叫做。信仰告白的方式，入摆到伫咱的教会，所以期待咱兄弟会通安尼有机会甲伊有一寡互动。伊拢坐伫即边，伊拢坐伫咧黄梅姐这么坐迄个位所以后尾若来的时阵，你若看到迄位，应该就是伊啦即个面顶嘛有伊的相片，所以认得出人来所以后尾见到伊的时阵，你就会晓去叫伊的名互伊会感觉足亲切的那过来就是一个需要咱要个就是咱头段伫咧咱的即个报告内面即个具体的部分，根生团契做真好的工，伫咧即个圣诞节的时阵有做一个真要紧的工课，就是即个叫做天使树的即个活动。即个天使树的活动伊迄个上主要就是要安尼，因为即个伊所赠送的迄个圣诞礼物是迄个咱受刑人未满18岁的孩子是安怎讲？这真要紧的，因迄知影讲因的爸母去互关伫咧监狱内底，那遮个囡仔安尼伫咧照着即个天使树的活动，会通将即个礼物安尼代表。因的爸母安尼送到伫遮个未满18岁遮个囡仔的遮个手里，互因会通安尼有机会甚至讲应该讲重新甲因的爸母安尼有迄款安尼迄种疼的迄个连结的关系所以互即个受刑人安尼有一个改变的动力咱也知影讲当咱圣经内面嘛有讲。互迄个爸母的心安尼挖进伊的囝儿，互囝儿伊的心嘛挖进爸母所以咱照着即个即个天使树的即个活动，会通互侪遮受刑人因会通重新甲因的囡仔安尼重新建立一个更较好的关系互迄个原本失去支柱
面对迄个抚养侪压力，而且在家，而且抚养人，吼，就讲可能另外一半是伫咧家呢，互伊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吼，所以咱嘛真感谢咱过去咱教会真关心伫咧即个事工的顶面。所以有侪的即个为着即个天使书的活动来奉献吼。咱今年咱伫咧宜兰县有66个小朋友吼，每一份的即个礼物是350块吼。咱用着真安尼真低的价钱，会通帮助一个家庭，互即个家庭因会通安尼受到安尼重新安尼建立迄种疼的关系。我相信这是一个真。值得咱来去讲咱会通好投资的代志，吼，互上帝国照着咱安尼小可的投资，互伫咧天国内面为咱起造一个更较大的即个咱讲咱的天家吼，嘛互即个安尼受刑的即个家庭，因安尼会通。安尼亲子的关系会通搁一摆受到搁较侪的建立，所以咱欢迎咱兄弟吼，继续来支持即个事工，互即个事工会通互搁较侪的家庭安尼得到上帝的疼。吼，咱可能无法度亲像更生团契安尼，入去到伫家家内面去关心遮受刑人。但是咱会通做淡薄的代志，就会通安尼帮助着即个更生团契最好的事工，吼，所以期待咱众兄弟来共同来关心这个事。以上。好的，那我们在周报里面的会计报告也请大家参阅，如果资料有出入的话，我们再向干事提出更正。咱这是要来用上营509首，过来请牧师就到。天父上帝，我满心感谢你，因为主你的疼，主你欢喜踮伫阮人生的船底，来帮助阮经过人生的风波的时阵，有主你的支持，阮就无任何的惊吓。也互阮因为有主你踮伫阮性命的即个船来掌管阮，来成做阮的船长，互阮就会通行伫主你所欢喜的路中。佮互阮因为有主你踮伫阮的心中，阮的船顶，就阮无恶情的事，因为主你已经应允，既然你所做的，阮既然信你的人，有缘要行伊，但就恳求受恩的主，照着你家己的话，就安尼应允。行伫阮的身上，互阮不断去经历着主你的丰盛恩典甲带领。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各愿恁的心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跳恁的是信息，伊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三下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落尾。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